若果警察唔放人的話咧，我哋都唔會開始住㗎。希望警察兌現翻喺會議上嘅承諾。你睇前面都有大把嘅空位。唔係啊，你過去嗰度個粒位都可以落鐵馬跟住企人㗎。嗱，我咪等我等埋你先開始。嗰度你前面仲有好多空位㗎。有人係未有花嘅，可唔可以舉手？未有花嘅舉手喎。你支花佢唔該。呢度冇。呢度有花。有冇人要花？唔係啊，你嗰度咁多空位，你唔俾。我等埋先開始嘅咋場，大家等嘅咋。咁嗰個唔係車路啩，係咪啊？嗰個中間位係咪？各位記者朋友，各位參與遊行嘅朋友，我哋一陣間呢度做完默哀、做完儀式之後，我哋都會繼續向呢一個西環嘅方向繼續向前行，讓到其他市民能夠將個白鮮花，甚至乎一啲嘅悼念品呢，係去到中聯辦門前進行一個請願，同埋向死難者一個致敬。我哋而家先向死難者默哀3分鐘，默哀開始。記者朋友、各位市民、各位阿 Sir、各位中聯辦，現在我哋會宣讀我哋今次嘅行動聲明。25年前，一班學生無畏無懼咁樣走入天安門廣場，為嘅就係到爭取民主自由。佢哋付出嘅代價非常之沉重，甚至係獻上咗佢哋寶貴嘅生命。學民思潮作為學生組織，除咗對呢班學運嘅前輩係充滿住敬意之外，我哋更加希望能夠承繼到89嘅學運精神。有見於近日，不論係唔同嘅政府官員，還是係中央官員，都對政制嘅發展去到提出好多唔同嘅阻攔，去到否定公民提名嘅時候，當權者不斷由上而下層出不窮咁樣打嘅時候，學民思潮都好希望能夠向當權者表達我哋嘅訴求，去到力爭民主同埋自由。為咗咁樣，學民思潮喺6·1大遊行完結咗之後，繼續有後續行動，直闖中聯辦，直接向中央政府表達我哋嘅訴求，更加係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去到正視呢個屠城嘅事實，
與此同時，我哋希望去到直接向中央政府表達咗我哋為咗爭取民主自由而不畏強權嘅決心。另外，我都希望咁多位嘅市民、咁多位嘅記者朋友可以諗翻起，當年89年嘅時候，呢一場民主運動唔單止喺國內發生，更加喺香港去到觸動到香港人嘅情緒。我哋有100萬人去到嘅遊行，有4萬人冒住8號風球都仍然堅持嘅時候，我好希望今日我哋香港市民依然能夠堅持住呢個平反六四嘅心，去到爭取不論係中國還是係香港嘅民主自由。我哋希望學民思潮同大家可以一路堅持落去。多謝。